台北的发展过程，伫咧旧厝、旧建筑本拢挺好找到年代故事。今年台北古迹日的主题是台北铁路。这古厝的立名课就带学员呢去拜访到台北机场、南港台电仓库，一寡铁道文化资产，也规划一个成果的立名展，希望后民众呢更加认识到家己故乡和历史文化。无第一个摄影作品是今年台北古迹日无名月台摄影展的其中一个作品。作者讲，伊平常时就真爱翕相，就去报名顶个月古迹日所举办的摄影课。课程带参加的学员去看台北机场、南港台电仓库等等遮的铁道文化资产。作者表示，遮个所在平常时罕地有人去，看到这寡时代的文化资产，互伊感觉真特别，想要翕落来做记录。来看展览的民众嘛讲，看到遮个相片，也互伊想到细汉时的记忆。那边是轨道，然后可能火车需要转向啊，就注意到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在当下才会特别有的东西，就是可能仓库特有，或者是当时台电他们会需要的工具。这些等等的，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很特别，很像铃铛，可是它也不是铃铛。我国中的时候有去过44南村，就是那时候印象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拍出来有年纪的味道。台北市古迹日的主办单位文化局表示，今年是用台北铁路做主题，顶个月有邀请资深的摄影师团队开2天的摄影课，让学员甲因观察到的物件用相片来呈现。在一个成果组成摄影展，现场拢总是有36件作品，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民众对文化资产会当更加重视甲理解。学员呢有来自于年轻的伙伴，也有来自于公务人员、退休人员，还有一些工程师哦。那希望透过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民众视角，然后去阐述这个文化历史。摄影展对11月11开始，一直到12月中，拢伫各家摄影文化中心展出。文化局希望民众伫咧参观了后，通了解台北今麦热力都市发展背后，这古建物对时代的进步有真侪贡献甲故事。希望互民众更加了解咱的历史和过去。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